欢迎继续登咱新闻的现场。出了菜要带观众朋友来去食一个透心凉的串冰咧。这是苗栗县头份市罗德拉玛社区有53座300年历史的古厝建筑，最近这几年定新佮翻新。为着要迎接着暑假的游客，有业者呢就推出着创新口味大碗公的串冰，利用西瓜啦、阿葡萄、酸呀等等这在地水果。 配合着真新奇的酱料，一碗呢会当互4个人来食。特别的主备，互人是一喙煞一喙。行入去这间正新户龄，就闻到真厚的果子香。因为业者当咧传这个大碗公的串冰，先用绿豆啊、金蕉来煮底，后来佮铺这个白雪雪、真幼稚的串冰，再佮放西瓜、香瓜啊往来，才会在地的果子。 上尾啊，倒这个特殊的神秘酱料，互人简单看，喙软嘴都安尼嗦嗦叫。这个就是南瓜，还有些时候我会加地瓜，然后呢还有椰奶，所以大家吃起来会有满满夏天的味道。伫咧头份路德南啊社区的100年的三合院，这几年来，煞煞有一寡少年辈转来。 有业者就趁这个热热的时阵，杀出家己创的金瓜乌汤果子冰，毋但用的配料拢是潮时的食材，还佫会随时间换口味。一碗大分量的，通互4个人来吃，游客一个车拢学到甲会得吃。很特别，第一次吃到，很好吃，觉得很特别，跟南瓜超级搭的。除了这个口味特殊、大碗佮满钱的碗公串冰以外，伫咧这个正新户龄三合院内底，还佫有大蛟、布壳啊，这古早路的囡仔佚佗面。 要互大人甲囡仔食好爽，生活过瘾，互100年的老厝嘛添添真侪青笑的出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